怎么啦？彤彤姐姐，今天老师说下礼拜要带我们去海底世界，可是我们都不认识海底生物，老师叫我们先预习耶。我们希望彤彤姐姐可以教我们认识海底生物。那有什么问题？我刚好在看《海底世界》这本书，一起来看吧！耶，好棒棒！我们赶快来看看胎会里面有什么跟陆地上不一样的生物。啊，胎好什么啊？胎会就是大海啊，大海里面有跟陆地上很不同的生物哦。你看，这个是哈公虾子。哈公，我最喜欢吃虾子，好好吃哦。你看，这个8只脚的叫做谋害螃蟹。谋害就是螃蟹，谋害也好好吃啊。彤彤姐姐，我上次在电视上看到一种全身都是须须，好像刺刺的鱼哦，你是说狮子鱼啊？我来找找看。狮子鱼啊，狮子头，狮子鱼，可以吃吗？猫猫，我看你不是想要去看海底生物，是想要去看海底食物吧？哎呀，人家刚好肚子饿了嘛。胎会，大海，胎会，大海。猫猫，你想要去胎会玩吗？我想去胎会玩。那如果胎会里面有鲨鱼，你还要去吗？那还是不要好了。哈公虾子，哈公虾子，谋害螃蟹，谋害螃蟹。哈公来了，哈公来了。哈公，正好肚子饿了，给我吃吧。别，那谋害来夹住你！哇，好大的谋害啊！天啊！胎会里面有哈公，还有谋害，还有其他好多的生物哦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张来了。